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年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责。牵一半囝梦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光影影，后暗搁遐一领被烧我。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哈，对不起，卡痰。哎，是不是有福福降落？福克丽桑，谢谢你的降落。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的猪猪来了。啊，天哪，好戒断啊！你们等我一下，我快点把我的 B 卷开出来一下，来找一下我们助声的钢琴版本哦。然后同时也感谢我们福克丽桑，谢谢你的降落。
来，你们顺便帮我听一下我 BGM 的大小声，以及我现在声音的状况。いかがでしょうみんな？お久しぶり啊！好久不见咯，兄弟啊！有想我无？我真正就想你的啦，就想要摸恁一棍呢，知无？所以第一句就卡弹。涛啊，你知道的太多了，涛啊！好啦，总之大家先帮我听一下我现在声音的品质，还有 BGM 大小 balance 还可以吗？大家，总之9月开始密集的录音哦，所以草草过来帮我调音的时候，就是总是会说啊，每次这个调的状况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他也请我帮他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开台有任何需要调整的地方，可以请观众提醒，然后下次可以再算是转述给他这样子。谢谢大家，我好久不见了。OK 都 OK 吗？谢谢，感谢你们帮我听，有需要调整的记得再跟猪猪说。谢谢你们，福克丽莎，谢谢你的降落，以及谢谢福克丽莎的观众们。对，不生气猪猪频道，请留下来陪我，我好久没开台了，我切断了，我想大家啊。BGM 超级小啊，好，等我一下哦，呵，谢谢他哇，等我一下，我调整一下哈。好。因为像现在我听到的不晓得那个，我像这边听到偏大，但是可能输出过去就偏小，对不对？好，没有问题。谢谢你们，音乐可以稍微小声哦。谢谢小峰，谢谢你们，我一一跟大家打个招呼哦。首先是他嘛，感谢，总是最专情的第一位报道，专情莫过于你了，是不是？居然会有突发，我也在想居然嘞，因为我今天其实还有要补做的那个蛋糕卷哦，那个真的是有够好吃，你知道吗？好，我们大家再说，先打完招呼，就是要补做蛋糕卷。然后我原本想说今天时间应该没了，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连假了，我今天就算是快闪，我也想跟大家1个小时也好，我要跟大家聊聊天。不好，我知道你吃了，感觉好吃是不是？好吃的，绝对好吃，我也觉得好好吃。然后黑夜猫，谢谢你的降落，怀特比哥伊拉塞，聪聪抓到突发，对，谢谢抓到猪猪突发，我好久没开台了。想大家，蓝色丫丫伊拉塞，晴天梅不上伊拉塞，然后福利小福利，福利小福利。然后福利熊的下面就是我们的福库丽莎，谢谢你的降落，爱你，谢谢。然后阿奇君、星辰，谢谢你们的降落。秋秋老师23个月的猪仔专员，谢谢你的降落。然后这个福利袋熊，等一下，福利袋熊福降落是福利袋熊，我的福库丽莎，等一下，为什么我不是已经繰り返して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繰り返したのに，我不是已经给他繰り返し了吗？好，我现在再给他循环一次。月饼你好哦，月饼最近应该还蛮忙的齁，到处都要被吃这样。哎呀，伊拉塞小凤，谢谢你好，安，欢迎你们的降落，也欢迎你们来听台，我真的是很久没开台了。然后莫公伊拉塞，然后泽野。突然想到香菜气泡水应该是超爱的吧，绝对爱啊，爱死了！看我头上那个那个精明干练部长草，它不是草，它是我的香菜。最近那个香菜滋润，我真的看得好开心，你知道吗？我觉得太棒了！这世界，这个台湾总算封成我想要的形状了，你们知道吗？是怀特比格，谢谢。也想猪猪了吗？哎呦，浩老师怎么了？被盗账号吗？哎呦，骚雪你怎么也来了？住宿高铁都好想你们啊，好想揍你们！你们知道那个一圈特点的贴纸跟那个印章，那个米娅已经差不多委托好一个形状了吗？那个形状我好喜欢，你知道吗？觉得好久没看久しぶり，真的是好久不见啊！是居然人吗？什么居然人？浩浩老师，追生者伊拉塞。我现在看到追生者都觉得他已经是被染黑的面线了，他明明很乖的，怎么会这样子？用我的名义去欺负，等一下，为什么泡泡熊为什么要用我的名义去欺负我家诺诺？我们家诺诺很乖的，不要乱教一些奇奇怪怪的，好不好？福利熊，就是福利熊。对啊，因为泡泡熊的下面刚好是福库丽莎啊，所以这只福利熊就合在一起啦，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组合对不对，塔瓦？福库丽莎，谢谢你，辛苦你，也辛苦我们福利开台了。每次看到福库丽莎都觉得好想捏捏抱抱哦，怎么会有这么治愈的存在啦？好可爱。
辛苦了，开台辛苦了，记得多喝水，加油加油，然后也记得多多休息哦。然后猪猪的状况是9月份开始，因为密集的要录音，所以基本上1个礼拜有开2次基本上有机会开到2小时就该偷笑了，对。啊，我这个礼拜都还没开到台，我想说天哪，都要连假了，我一定要开台跟大家1个小时也好。哦不，飞雪别走，不，留下来陪我聊天，留下。然后恰恰伊拉萨薪水强盗吗？欢迎你们的报道啊！这个是米叶伊拉萨，欢迎。好几年没开台了吗？我算了一下，大概800年。对，成绩手套确定下单吗？哎，说到这个，我还在挑颜色，你们觉得粉红色好不好？我为什么跟你们问这些问题呀？就明明很像在跟就是另一半说啊，我想挑这件洋装，粉红色的好不好？就不是，但成绩手套粉红色好不好？这个好，你们想被这个揍吗？好，没有问题。好奇怪哦！哎，真的，这个是那个啊，哎，等一下，我复制，等我一下哦。大家如果有追猪猪的 Twitter 的话，应该知道。我想要挑哪一款？那款好漂亮哦，那个是迪卡侬的，好好看。就这个，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你们觉得这个被揍下去会不会有点粉红泡泡的感觉？而且它不贵，它才600多哎。你们觉得用这个被揍还可以吗？还可以接受吗？想被这个粉红手套揍吗？哦，你们想被揍的话，用这个粉红色可以齁。好，想捏捏抱抱服服吗？只有我可以捏捏抱抱服服，对不对？好，我在家嘛，你妹妹不想要下班了。等一下 ，no， 保重啊 ，no， 我想说就是不要惹我们家大佬，知道没有？不要惹我们家大佬。就像你也知道，就是 no 已经对要吃芋头吃到明年4月了，对啊，谢谢佛佛哥，阿里嘎多，真的可以捏捏抱抱吗？真是太棒了！我做一下聊天室，请问。好，子野说哪里可以排队被揍吗？子野先生，是这样子的，那个一拳特点的架构可能已经结束了，对，因为那个是限时的，对，就是说在我们的之前的那个第2B 的台语专辑募资专案绑在一起啊，但是我们募资专案已经顺利圆满结束了，一拳特点可能没有办法架构，但是呢，现在我们 VIP 的门票还可以有握手会的资格，握手会把你手骨捏碎。AKA 把你手骨捏碎，对，握手会 AKA 把你手骨捏碎的这个资格，目前3200依旧贩卖中，在我们下方资讯栏，欢迎随时可以选购哦，好不好？我老婆在找你吗？好，没有关系，帮我跟子妍姐姐讲声好。对，她的 cosplay 真的很香，好不好？对，她今天的那个旗袍装也真的是有够好看的。要进入死亡10月嘛，好撑住迷夜，好不好？然后这位是，嘿，俊伟怎么了吗？哎，又来了哦！好，我想俊伟后面怎么？俊伟后面超长的，每次我想说哦，是不是打了很多字就不是，那是他的账号。然后三哥啊，拳击手套建议红色，比较看不出来吗？你说你们如果真的是挂彩了的话吗？我不管，我觉得这个粉红色很可爱，我就想要这个粉红色泡泡揍爆你们啊！这个好哈，这个小粉红然后揍爆你们这样。今天提早下班在参加什么 Holo Meeting 吗？哦。Holo Meeting 感觉好酷，然后小天野拉塞粉红觉得很好看很可爱好不好？迪卡侬吗？对，迪卡侬，迪卡侬。哦，下午夜拉塞觉得可以是不是？你们想被这个粉红色的揍吗？对不对？说等一下，为什么是我惹的？等一下，为什么是我惹的？我们家诺诺很乖的啊，祝生的串流也生着啊！谢谢大发老师，祝生的串流，等等我看一下，耶，谢谢。正式上串流了，你各位想要听我们的祝声，现在目前串流平台到处都听得到。谢谢大宝老师，刚问刚想劲都大。老师，我今天我这个礼拜总算可以开台了，总算你知道，忙得要死，在忙什么？来，应该已经有人陆续收到了，在忙什么哈？我来播一下回来，让我找一下，这样。照片最近很夯的，来，我们这台湾目前陷入了一个香菜之乱，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真的是倍感欣慰。我真的是对于最近台湾的香菜之乱都真的觉得
真的是变成了我好喜欢的形状哦！怎么这么疯狂？怎么可以这么疯狂？是不是？来，然后各方面的角度吗？我都抓下来给你们看一下。我这次的这个香菜皮蛋生乳卷，我真的做的好开心哦！我真的太感谢阿月的提议了。我们阿月饼真的是非常爱你们，你们知道吗？是爱你爱甲超过啊，不对，这个太糊了。失去控制，是怎样我要做这个给恁吃的？这嘛我们不知影啊，不过这真正就好吃诶，这个做下来真的很好吃诶，真的是有够好吃的。好，我做一下聊天室哦。谢谢大波老师帮我们把祝生的串流平台贴上来给大家听听。一拳特点已经结束了吗？他吧。你把你的刑具准备好，不要这边跟我这边装死。可以被粉红拳套揍吗？这个小粉红我自己很喜欢啦。对，如果你们觉得喜欢的话，那我就下定咯。这个好吗？如果好的话，就是一个皆大欢喜、非常双赢的局面哦。不能麻烦说，那猪猪喊砰那不是啊，10月18号不能录影，不能录影。你们乖乖，那个是你们现场观众朋友才有办法，就是亲自听到的。粉红战士猪猪好，然后累累伊拉塞，对，香菜皮蛋生牛卷很好吃。然后紫金牛伊拉塞，然后可是 KKBOX 没有上吗？哦 ，KKBOX 目前是没有上，没错。在参加活动的那种拳套本来就不是红色的，对，然后活动之后全染红这样。香菜双擎听说10月份哦，然后各家门市你们可以去查一下，目前已经有释出各家门市，就看到那种香菜花生冰淇淋那个蛋白粉嘛，有。我跟你说，讲到这个，来，我再一个一个介绍，等我一下。等一下，我怎么又停下来了？等我一下。好吃的啊，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这个应该下载下来了。好哦，这个很大，这个很大，太棒了哦，大到一个不行哦，太棒了，就大到一个不行，好棒哦！最近香菜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料理啊、点心啊什么的啊，一一炸出来，都觉得真的是倍感欣慰。好，我要把我的拳击手套放在这边，对，吓唬你们。我现在版面很满，对，我现在好多事情想要跟你们分享，然后好，拳击手套，如果大家觉得喜欢的话，那我就用这个粉红色的拳击手套揍大家哦。还是说我要再跟教练借那个白色的那个？我现在在思考说，我到底要用白色的还是粉红色的？我觉得粉红色的真的好美，好美哦！啊，到底要用白色揍你们，还是粉红色揍你们呢？你们想被什么颜色揍啊？原来 KKBOX 也有，是不是？大宝老师，谢谢你哦，大宝老师。辛苦你了，最近我们的肝都要撑住啊！最近我们的忙到不行的肝脏。等一下哦，书记官也会到吗？很想书记官是会到啊，但是我们米娜板板说我们要做好小孩、好宝宝。我们现场是不能录影的哦。对，我们现场不能录影，但是就是我们现在与会的贵宾有一拳特点的这个资格的大佬们，我们现在就是在思考到底要用粉红色的这个拳套揍你们，还是用白色的呢？100粉啊，这样子不行，我只能买一组，我唯一的一组。感不了是感恩吗？好 ，KKBOX 也有咯，谢谢大家，像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祝生了吼。然后财鼠伊拉塞，反正最后都会变成红色的，用白色染成红选白色的，反正会染红嘛，然后就是刚好调和一下有粉红色，又有桃红色啦，又有暗红色啦，是不是可以都要这样？已经规定不行了，不然找板板问，真不是为了新西装快死掉了吗？扫雪，没事的，那个什么热量真的很棒的，今天稍微放纵一下没关系的，把白色染红，你们真的很嗜血。而且我们三哥说，就是我看到。香菜花生冰淇淋口味的蛋白粉嘛，我有看到。讲到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把我们那个最硬蛋糕拿出来了，是不是？香菜花生粉这个最古早味的这个调味，早在我们阿印师生日的当月，朱蒂卡就试出了这个本频道最硬蛋糕。这叫什么？本频道最硬蛋糕叫什么？硬儿时，然后。那个水灵宝贝救援一下，硬儿时，然后什么？等我想一下，水灵宝贝不在。那个硬
我们所谓回忆的忆儿时，但是因为要迎合我们广印阿印师的这个名字啊，最硬蛋糕的这个称号，硬儿时香菜花生蛋糕，香菜什么？香菜花生糖蛋糕，我忘了。总之呢，香菜加花生糖这个最台湾味的这个代表小点心，怎么可能没有出现在猪猪频道？开玩笑，在今年3月我们就做出来这个配方了，超级好吃的，好不好？啊，最下聊天室，帮我问问板板，就说推广中就等一下。板板，我想要私讯他的。我跟你讲，你们买不动板板的，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来，你们说服不了板板的，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香菜皮蛋生乳卷收买它了，我已经收买它了，我已经寄出去了，你们说服不了他的，他像是我的友军，知道没有？我已经用这一条香菜皮蛋生乳卷收买它了。对，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一些活动，他绝对是站在我这边。对，我们这个就是已经官方收买板板了，别想动他，别想动他的流程，知道没有？我们这个香菜皮蛋生乳卷，我们板板说倍感兴趣，我都要马上寄给他，收买他一下，这样确保我是这个10月18号可以那种安全下装，谢谢大家。这个好适合精华哦，动来动去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追一下聊天室，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等一下。然后放久了变黑色，感觉很划算，是不是？哦，你是说那个全套是不是？就是买白色的好了，反正就是大概揍你们几拳，可能喷鼻血啊，或者那种嘴巴吐血啊之类的，会染成粉红色，然后放久了还会变黑色，这样好划算这样。少数朋友已经看完，那我这样，是啊，10月要去整理头发，天哪，你们真的是为了10月真的是费尽心思打扮呢，你们放心，为了你们。我今天的白色高跟鞋长靴也到货咯，好细好长的跟啊，踩在你们身上一定让你们倍感欣慰的吧，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哦，各位面线们。喝口水，不好意思。喊风那一台只要声音不用哦，我跟你们讲，如果只要声音不用影片，板板说可以，我就没话说，好不好？哎呦，这不是我们最硬的阿印师吗？阿印师啊，听说最近有那个什么香菜花生蛋白粉啦，哎呦，我们这么的超前部署，我们阿印师的这个生日蛋糕已经这么超前部署了，对不对？这么台湾味的这个配方，这么台湾味的滋味，绝对已经先出现在本频道了，对不对？尤其是在我们阿印师的生日的3月份，最硬的那一颗，你说是吧？阿印师很硬，对吧？超硬，撑下去。等一下，你们到底有几个人为了西装在减肥啊？可是我想说的是，你们都很帅，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100%的熟男，好不好？不要太勉强，不要太勉强，可以见到面，可以揍上你们一拳，可以把我们的一拳标章盖在你们脸上，我就已经很欣慰了，好不好？是说你们决定一下那个一拳标章盖在哪里哦？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贴纸也差不多印出来了哈。这不是很尊重演唱人员，我觉得我这边是 OK 的，对，因为难得大家不是北下，对不起，北下，难得大家南下，靠北下是什么东西？难得大家南下，我觉得板板 OK。声音的部分我也 OK 啊，是我们小妮妮，谢谢你上次有炸我们的那个会员，我们会员目前被炸到了800位哎，小妮妮，你上次狂炸会员，让猪猪想到了，就是之前好像有一阵子，观众也疯狂在帮我冲那个贴图，然后疯狂炸会员，我们的目标是炸到好像是最多是5000个，是不是？还是几千个我忘了，那时候我们原本真的要炸到了，因为我们最后一个贴图一直都还没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送出来的量，其实最后一个贴图应该要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 YT 有在控流量的样子，也就是说多送的他就不给过，也就是说大佬们那一阵子疯狂被退费，因为大佬们一直想要帮我把最后一个贴图冲出来，很像是5000个汇集吗？是5000个还是几千个？2000个是不是？忘记了，就要自己拉下，有声音，北下，等一下，这个字是很磕巴，让我想到上次我讲错了，说在那个
花博卖一卡通嘛，然后在我们那个博二卖悠游卡嘛，然后我就算是脑雾还是脑子被那个被那个闪电扎到还是怎样，反正一下子脑雾，然后我就说，因为台北人实在是对悠游卡实在是太不熟悉了，所以我要在那个台北推广悠游卡这样。我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是对几千个去了，最后一个反正那个时候大佬们在帮猪猪炸最后一个贴图出来，不知道是几千个去了。然后那时候其实那个数量应该是可以炸得出来了，只是那个时候 YT 在控管流量，也就是说50-50这样子送，完全送不出去。对，完全就是一直卡着，非常非常的便秘的状况。然后大佬们那一阵子疯狂收到那个退费通知，就是YT 不收，就你们这样子狂送不行，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超级怀念的，谢谢前阵子帮猪猪冲汇集，然后让更多可能还不晓得猪猪频道的大家莫名其妙收到汇集，然后也不得不过来看一下这主播到底是谁这样之类的。大家燃烧成就了塞。什么玩到以后我的棋小心了吗？我的棋会越来越难打的，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太福利的，知道没有？什么已经破坏了？我吉米开类小天，那这小之前也是有最后一片往后面吗？有啊，这次应该也是米娅会下来哦。这次我米娅也会北下啦，这样可以吗？没有意外的话，米娅也会北下哈。什么喊得不够大力什么？当场去所反正营。没关系啊，因为都是同样的地方啊，没关系啊，毕竟你也买了板的票，还是要尊重一下，对不对？说好，拜拜，慢走不送。我就是故意要喊得很小声，怎样？然后朱二子谢谢34个月猪仔专员，但是那个是大家眼睛业障重，这是本频道的萌总啊，高阶会员啊，绿界的大佬啊，你就都问，就执行了，不行也没关系吗？好可怕哦！你们有人开台之后，等一下，为什么是阿公啊？你有吗？对，涛啊，我跟你们说，如果当天真的是可以录音，不能录影也没关系，也请你们务必帮我把这句话录下来。请问被揍的队伍是从这边开始吗？这句话谁讲都没关系，请帮我录下来。对，请帮我录下来。对，可以的话，我希望是由你们面线亲口讲出来，哪一位面线都没关系，还是你们每个人都想讲一句，然后让我猜也可以，好不好？你们每个人都想讲一句，让我猜这一句话是谁讲的，可以，我们玩这个。对，我就是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然后你们录下来，让我猜这句话是谁讲的。OK， 就这么决定了。好，如果你们要录的话，好不好？什么有配彩，什么白鞋跟什么红鞋跟，等一下。跟进红鞋跟住真硬，对，最硬的。好，北下，对，北下。我追不到聊天室，考段考去不了，好，没关系，段考加油，好不好？继续工作了吗？好，扫雪加油，期待10月18号可以揍上你们帅的一拳，好不好？帅的你们，好，都揍个一拳，这样好不好？他说5000个嘛，当初那么平，对，真的是5000的。你们当初到底是怎么炸到5000的啊？而且其实你们当初早就炸到了，你们记得吗？他哇，早就该炸到了，但是一直被退费。你们大概被退了那种800块1000个汇集哦，已经快要被炸到的情况下，居然就是最后一个贴图就是一直过不去。选股可以搭赛，欢迎啊！选股哥对于我们的那个非常台味的这个，不管是我们非常硬的那个香菜花生的这个配方，或者是我们这个非常，我只能说非常融合性之高的、非常台湾味的这个香菜皮蛋生乳卷，好好吃的这一类的配方都有兴趣吗？好好吃！那个小龙女聊天吗？我知道子妍姐姐就是你的小龙女，你是她的过儿，是这样子吗？对，5000个，那个时候一直炸，然后就一直被退费，大佬们就是一直疯狂被退费。对，所以我一直最后的一个贴图就是一直出不来，就是一直最后的贴图就是一直出不来这样。有人做牌子吗？聪聪说到底，你有要来被揍吗？如果没有要来被揍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 VIP 资格，我们还有剩最后的好像10张的资格吧，不嫌弃的话，大家都可以购买起来。对，因为我们这一场基本上在 V 圈算是真的是比较别于以往可能在线上的这个展演的形式。对，那如果说对于这些
中之人直接站在你面前揍你一拳，不是一拳特点可能已经过了齁，但是真的有要揍一拳齁。除了被揍也是可以直接听歌啦齁，就是对这些可能我们生而为中之的这个身份直接出来，但是是蒙面歌手的这个形态出来跟大家互动唱歌有兴趣的，请务必我们票买起来，因为听板板讲说我们这一场真的售票真的不错齁，比上一场台北场还要好，因为台北场基本上大家是水温，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也算是在观望这一类的展演形式，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对，但是我们这几个只能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就想这样玩看看哦。就这么刚好，大家也喜欢这样玩哦。不知不觉，我们办到了第2届哦，就这么刚好，大家就想被揍哦。不知不觉就不晓得为什么，你们真的要被揍了。那次就是遇到跨区赠送才被卡住哦，真的假的？所以不能跨区，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乖乖的用台币，不能可能跨那个叫什么印尼盾什么之类的，还是什么盾，我也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发球果然大佬我才知道，紫约4元以拉赛，然后这边是这位我看一下，他这个水字旁是念硕还是博？哦是博哎，好特别。好，所以这位朋友，我们再重新定义他一下，优博好，不是优乐，也不是优硕，是优博。帅哥面线吗？对，本频道的面线没有不帅的。如果说不帅，一定是他自己对自己要求太高。对，我就刚好看到妮妮，就想到，刚好妮妮前2天在帮啾啾加那个会籍，就突然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冲5000会籍，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冲到大概目前是800的样子。对对对，谢谢你们狂送会籍。那天是有什么事情突然狂送会籍，我也忘记了。好好奇像青酱吗？不会。你们自己吃就知道了，它的味道非常的调和。对，因为其实皮蛋本身奶味有些重哦，你不要看皮蛋它骚味很重，但其实它的奶味更重。你这是持有水灵的印吗？再立看看啊。你说5000会籍吗？5000会籍很硬哎。泡泡兄弟最近是杀红了耶，5000会籍很硬啊，难道不硬吗？然后所以伯伯跟妮妮是好朋友吗？你们是好朋友吗？是这样子吗？对，你懂哦，姐姐你好。所以伯伯也是女生吗？感觉伯伯的这个感觉像是可爱的小女生，请教有点困难，蛮可惜的，没有关系。这类的形式如果大家还喜欢的话啦，我觉得板板应该还是会有机会再办下一届。对对对，那也请大家就是把我们第2届努力的支持起来，票买到没有，我们第3届一定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下趴。跨区会出事是不是？高雄人挺高就谢谢。所以选股歌你要来听啊不？好，然后那这摆除了迪卡本人会唱台语歌以外，咱51咱姊妹啊51嘛是会唱台语歌曲哦。要听爱趁早哦，这票紧买起来，知无？票紧买起来。哎呦，这2天没有讲台语，整个没练凳啊！可是虽然说我这2天就是没有机会讲到台语，但是我觉得我的台语歌很像密集的录音跟练下来，肌肉记忆有出现的，就是我的合口音已经变成有一些肌肉记忆的形状了。好，我先追完聊天室，我再跟你们聊。对对对，我今天干怎么已经4点20了？不管，我要聊天，我好多话想跟你们讲。我很想你们。跨区会出事吗？小妮妮？哇靠！所以小妮妮，你50个会籍都不跨区的是吗？所以小妮妮，你50个会籍都不跨区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是落吗？说优落吗？所以为什么我查到的是博？所以是落吗？好，我们改口重新定义它。优博不是优落，对不起落好落。刚好在抓跨区是不是？会员数异常提升就会被卡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第5000个一直冲不过去，就最后一个贴图一直没有被刷出来。阿根廷50会籍好像24台币的样子嘛。这个猪猪其实就不太了解了好像把礼拜6退掉，每次礼拜6都参加不了活动吗？谢谢聪聪有这个心意，不过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工作要紧，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偶尔的话，也是很欢迎啦。
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定夺，好不好？那不是诺诺在皮吗？我想起来了，诺诺在皮，对，诺诺说要打到他，对，然后怎么样都打不到，从抓另外一个被你丢到会员，你被丢到会员，真的吗？你说诺诺那边吗？现在我限制不能只有你丢，是不是趴趴熊？现在这个5000基本上已经是非常非常难了。如果是之前的话，前1-2年还算好冲，我觉得那时候能够冲到我想下4000多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哎。但是大家就是疯狂一直被退，我们像在4500那边一直疯狂就是上下，没有办法再上去，就4500那边上下，然后之后就没办法，就 YT 真的怎么样都不肯放，对，然后目标出现，洛洛有在啊，原来洛洛也算哦，了解，谢谢洛洛过来，欢迎，我叫做迪卡，你们可以叫我猪猪，然后我很精明干练，其他哥哥说我很蓬啊，然后长草啊，不要理他们，对他们很奇怪，他们是奇怪的哥哥，可是他们很专情，他们很乖，对，只是很爱欺负我，被水泥打中一发，期待迪卡爸爸跟优姐出场啊，对，没有意外的话，对吼。我好像真的要在爸爸妈妈面前打你们了，我就好奇怪我真的要在屯妈面前揍的。我期许2位老人家可能都因为这个就是要久战，实在是太累了，他们可能中场就会离席了有机会对，总之他们是会出现的，对。跨区迪卡会出事，原来是这样。所以小妮妮，请问一下，我跟诺诺哈，因为刚刚有洛洛有，所以。舌头快打结了，我跟诺诺那个不是合作，我在讲什么？我跟诺诺联动那一天，我们小妮妮都不跨区的，真的超屌的，不跨区直接狂送，超屌的，我们小妮妮超屌的了，谢谢主播嘛，不会，也谢谢洛洛，对我们刚好就是我们家妹妹叫诺诺，然后也谢谢洛洛的前来，精明干练，毛薄荷，草字头给我剪掉啊！剪掉知道吗？然后追不到聊天，就是那一阵子好像听说很能跨区加高阶。对，那个时候啊，对，讲到这个，哇，好怀念哦。虽然说的确不太好，但那一阵子啊，我跟我们家高阶会员都会私信，就是彼此就是算是我都会说，我就是会了解一下说，如果跨区的话，可能我后台的算是表格吗？跟数据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那时候都疯狂密集的。就是询问我，就是比较信任的高阶会员，说我应该去怎么样了解说这个人可能是跨区干嘛干嘛的，就疯狂就秘密私下讨论，你知道吗？好怀念哦，对，超怀念的。也谢谢那一次那一阵子高阶会员都有提供，就是他们正确的数据让我去做比对，因为我那时候要抓，有一位的确是跨区，有被我抓到，但是我有特别把这件事情稍微。也不太让他就给他有台阶下啦，对，就是也让会员知道说我有抓到是谁了，那也谢谢你们提供我数据，但是我可能不会用太激烈的方式，我就是希望可以给对方有台阶下，提醒他一下就不要再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主播很辛苦，然后对其他会员真的也不公平，柔性劝导，然后这位怪怪的观众就真的没有再来了，对，优若乳对弱好可爱，然后被丢了，最近那种直播被丢到，你的目标没有出道对啊，听说聪聪就是一直被说出道，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精明概念没有吗？精明概念有好吗？没事，反正奇怪的是，对，奇怪的是面线哥哥他们很奇怪，打人唱感谢还要。我跟你讲，Sakura 刚下迄首歌，我若是要特别讲迄个歌词是咧讲啥货，基本上老人家听了也不会觉得奇怪啦。至于就是我要揍你们，还要喊砰这个砰他们也听不懂啊。至于我是安怎呗，对啊，为什么我要在他们面前打你们？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奇怪，就打了这件事情了。我只能祈祷老人家就是站不住，中场离席，这样我可以打的就比较畅快一点，不然我会打的很尴尬。而且 Starboy 准备椅子给家属坐吗？那目标很明显耶，你们当场看到是坐在一旁的老人家就知道是屯爸跟屯妈了。
就目标明确，你知道吗？你们不要没事过去搭讪老人家说，哦，听说今天我要被你女儿揍哦，怎么办？好兴奋哦！什么之类，不准过去聊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知道没有？好，等我看一下，跨区风波，是有为主播加班，汇集有算时间，然后有人跨区狂刷，原来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目前 YT 也是有相对应的这个算是方式可以对应这件事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觉得这样子也比较好。我等一下没有发现直播，等一下我不知道通通有直播，嘿，没事哟，我记得好，用弱弱也可以吗？好，从今而后你就是变成弱乳了，可爱的弱乳，谢谢你过来。对，弱乳不是优弱，是弱乳。我鸡皮疙瘩圈圈，现在跨不了吗？我的天哪！那现在送50个会籍的，真的是迷士企业！我的天哪，有办法送50个会籍的？天哪，真的是天哪，财力雄厚我的天哪！被喊出道过是一点点长吗？好，我只知道就是每次聪聪一出现就会被喊出道。然后有萨根桑安伊拉塞，然后晨晨谢谢加入5个月主角专业，谢谢。大佬今天网电话问就是精明干练啦，要懂歌词，要会台语，要会对。反正呢，那个樱花感谢那首歌呢，就是不要做特别的解释，我就这样子很帅气的唱过去，对，这样就是懂的都懂，对，就是这样子。对，带补品回去支援，真的假的？哇，你们好贴心哦！天哪，福利熊你真的是熊福利耶！你就连主播的爸爸妈妈也照顾好了。天哪！如果你们送补品，我倒觉得很不错对啊，好哇！我真的觉得好贴心哦，这个有打到我对，就是哇，福利熊你真的很福利，超福利的，就像浩浩老师也开始送福利了，这个是绿色福利是吗？对，感谢你们彩绘聊天室，我最喜欢看到彩绘聊天室的形状了，谢谢你们。用台语大喊话迪卡高啊，搞我怕啦！不行，不准你们用台语，我会先跟他们讲好，不要理，就是现场观众就是跟你们讲什么，他们都很奇怪这样。我天哪，你是企业没有跨区过，哇靠，真的超屌！小妮也就是说我跟诺诺联动那一天，你完完全全是不跨区，我的天哪，太屌了，我天哪！说这个就是大佬的味道吧？所谓大佬的味道，我的天哪！谢谢这个75块的绿色，对，很开心可以看到75块的绿色，看到彩绘聊天室每个主播都觉得很开心。这个绿的呢，就堪比我们目前香菜之乱如此的美好，绿色真的很好，不是吗？对，但是除了绿色之外，我们彩绘聊天室还有其他的颜色，尤其是彩虹，欢迎大家。可以试上一试哦，彩虹很棒的而且讲到彩虹，其实本频道也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最近我看到绿色，我都觉得倍感亲切，因为最近台湾的香菜之乱实在是太疯狂了。我每次看到就是香菜的产品，前阵子都会觉得说好棒哦，又有香菜产品，然后最近是看到麻痹了，因为最近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疯了，已经变成走火入魔了，你知道吗？谢谢浩浩老师，谢谢。然后跟闺蜜的说，如果避免被跨区攻击，可以按这颗一样绿的好，也就是说，就是基本上浩浩老师的意思是说，可以按这颗一样绿的也就是说彩绘聊天室的部分吗？就是说彩绘聊天室一样有绿的。对，然后欢迎就是这个75块就等同于就是可能我们目前这个比较经济实惠的这个汇集的这个数值，没有错。好，欢迎大家爱用起来。对，当然就是想彩绘其他颜色也是非常非常欢迎的哈。这一定听得懂。顺便解释，不要，没有。我跟你们讲，《Sakura Gansha》这首歌如果没有特别解释的话，其实老人家应该只是觉得说那个芒果很好吃，然后感谢芒果很好吃。水的芒果是水的呢，对，就是芒果很多汁 juicy
啊，像那的芒果哈，足济，嘿，但是我在讲什么？小你天天居然充了500个会籍，然后完完全全不是跨区，太屌了！真的是你是企业轰炸，你总的破红毯怀疑不了。其实基本上知道说你总的财力真的很可怕，对，就是39万直接丢出来的，这个绝对不能怀疑的，对，你知道吗？对，只是我没想到现在居然 YT 是不能跨区的，对，太厉害了，我的天哪！我只能说，我像是跪着配信的，你们知道吗？对，红毯的部分每个主播都很喜欢，对，看到都会觉得精神抖擞。谢谢小妮妮铺的红毯，也谢谢各位面线们，就是尽其所能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支持本频道。对，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尤娜姨拉下来，谢谢你过来，然后燃烧神教感谢你也彩绘了聊天室，谢谢，感谢，我们这个彩绘聊天室有非常非常多的颜色，欢迎大家任挑任选哈。然后你回来了吗？香菜米粉好吃，谢公园。我们倪总的公园基本上那个是他们家的，应该算是中庭的部分啦，哈，那个中庭公园什么的，哈，那个别墅的部分，哦，我们倪总基本上那个公园也是他们家的啦，因为睡公园可能要通知一下倪总哈，放过香菜好吗？我今天才又去市场买了一把香菜，因为我今天有补做最后的4份要寄出去了，对，包含我们板板的那一份，我要贿赂他，让我10月18号可以安全下庄啊，知道没有？我怎么会知道你们会不会10月18号又突然要我干嘛之类的，对不对？是会显示币值很明显的哦 ，SC， 哦，对，不是一直都会显示吗？还是说之前不会？最近天气变了，睡公园。别这样，小天别这样。然后高上一大塞，金玉满堂是一个日文不太好的，听不懂在唱什么。真的吗？不，我还是秉持着那首歌，就是老人家会觉得说我们台湾芒果很厉害，我们台湾芒果输出很赞，很感谢，对，感谢爱用我们台湾芒果，感谢就是让我们可以台湾芒果多多被输出，多多被看到，然后很 juicy 很多汁追好，人家就赞这样子，对，应该就是这样，嘿，那台语是酸亚不对，啊，不过那芒果，嘿，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因为老一辈也是嘛是会讲嘿芒果对，你总加油，万品公园。哦，出国了吗？很好，有机会出国就去走走。就是说，原来香菜走火入魔才是入魔先驱吗？啊，的确，我是入魔先驱。可是牛妈不要这样子，我没有吃过那个香菜啦。听说那个香菜也很好吃啊，对不对？听说那个香菜是一间餐厅呢，我们牛妈都吃香菜的，是不是？怪我让你今天什么会？哦，啊，对，歌杂。老师，你让我讲完话，我有好多话想跟他们讲。老师，你让我先聊完这一趴，要连假了，我好担心，我还没有后事跟他们交代。然后只走了就快要摸本身。我们超前部署我们在2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在玩香菜梗了。对，我们是先从哪里开始？先从那个猪脚开始，然后猪脚后，我发现你们已经不怕猪脚了。你们不怕猪脚的这个状况下，开始掺一些有的没的香菜，而且我真的要感谢你各位面线。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燃烧神教跟我讲什么，猪猪那个有香菜粉啊什么之类的，因为那时候我在苦恼说我想用香菜弄死你们，然后还想说是不是要买那个新鲜的香菜，然后用那个什么调理机榨成香菜汁，然后放进去饼干面团。结果很像就是面线跟我讲说，猪猪不用啊，现在不是市面上有什么香菜粉吗？就香菜粉好，一试成主顾像基本上每个月我都要进那2-3罐囤在我们家这样子，对。然后去了珠穆朗，哇靠，珠穆朗玛峰很像之前 Yuna 有分享在我们 DC 的部分，曼狗听起来很像日文色色的单词嘛，就是故意的啊，那首歌其实就是色色的。刚刚唱了一句感谢，有留言说练 rap， 我的 rap 念不好，但是就当作是练 rap 没有错。歌词是对，反正我今天结束之前，我只要有唱一首歌，
我就完成了今天的歌跟杂了，不是吗？对不对？然后小 T， 然后 Mango 是什么？等一下，小 T 说谁呀？Mango， 我跟你讲，老一辈的 Mango 他们也会讲哦，然后去食品展那看。哦，果然是燃烧神教。那时候我记得燃烧神教就跟我讲说，不用那么费力，有香菜粉啊，是你们现在左上角看到的那个照片，然后左上角那张照片的更左上角，台式抹茶香菜粉。其实我觉得台湾可以更加的有自信一点，不需要把台式抹茶印上去啊。我觉得香菜粉3个字印上去其实就很棒了。你看看像的香菜之乱。大宝老师，我可以讲完了啦，等一下，差不多，我的后事快交代完了。一下，原来歌跟杂是分开算的吗？有啊，一直以来都是分开算的，一直以来了，对。好啦，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后事没交代。嘿，大概是这样子。嘿，总之呢，最近大家那个该收到那个我们的香菜皮蛋生乳卷的，应该都渐渐的收到了。然后今天刚做完的这4块呢，基本上晚一点就会出货了。对，但是有3份，好像2-3份会囤在我们家。对，因为猪儿子目前人在国外，然后这个彩彩莫名其妙被这个阿印师就是对赠予了这个目前的这个非常特殊猎奇的回馈。他说他不想收，对我才不要理他。自备66万睡公园，自备60万，自备60万很多，也可以买一台车了。大家可以跟什么雅尼克谈合作吗？不敢当，我觉得我这个也只是，对，就是如果他有那个胆子跟我谈合作的话，我只能说他真的是非常有前瞻性啊。敢合作就是这么前卫的东西啊。但是好，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真的很好吃，真的超好吃。因为对我而言，皮蛋从小我就觉得它奶味很重，虽然说它腥味超重，但是它奶味更重。那个皮蛋跟奶油混在一起真的是绝配，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香菜香，有点回甘，有点微苦回甘的那个蛋糕体，真的是超级绝配的组合。我们只能说感谢我们阿月饼很大胆的提出了这个要求。我说好啊，就来啊。然后就是在对切之前，我还是心里想说，我想看看有没有办法把猪蹄切出来，所以我特别就是在卷之前把皮蛋稍微做了一些巧思的一些摆放，就还真的成功了，好开心哦。才说下个月不可能有他吗？你们那个谁，现在马上惩戒他一下，他最近真的太嚣张了。好，马上让他知道，可能不止下个月，可能下个月，知不知道？各位大佬们，麻烦你们了哈。然后想到可以的，我也想被你出去做新饼干，婆媳面好老师你要去哦。没有啦，我这个真的只是玩我自己的频道内梗，因为毕竟那些比较商业的东西，还是要看一下客群买不买单啊。对，是我们阿月饼啊，对。好，大概是这样子，我应该没有其他后事要交代了。我可以安详的开始唱歌了，真的相信我，好不好？然后我把今天这7个月我们主打这个很疯狂的这个香菜皮蛋生乳卷放在这边。好 OK， 雅尼克要成为被猪猪耽误的生乳卷制作商没有啦，雅尼克毕竟是很大的厂商，对啊。如果他真的有意思找过来，我跟你讲，一定玩爆啊，玩爆各种梗，你知道吗？好啦，至于我的神奇手套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小粉红，你们可以拭目以待哈，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当然是冷冻寄出，对，冷冻寄出的部分。然后小喵喵是饼干的部分，小妮妮是生乳卷的部分，这样子两姐妹2种都可以吃到了哈。阿玉要跪洗版。你们那个谁，如果就是那个下个月要小心，我们福利熊下个月他是当家总裁，你们小心福利熊给你们随便放福利哦。你们小心福利熊的惩戒，知道没有？不知道客群会不会买单，但是知道他会唱。
塔瓦，塔瓦你很棒哦，塔瓦，塔瓦你这是吃到谁的口水？好啦，4点41分，好了，我该聊的都聊了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就是很开心，我们祝生这首歌也正式上串流平台了，好棒好棒，对，然后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祝生这首歌，然后也谢谢大宝老师帮猪猪把那个频道的那个算是发行的那个算是什么那一条。那个应该算是什么？反正有整理出来。虽然说目前发行的是卡甲跟祝生2个而已，可是两张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就是看过去都觉得好开心哦。就是可以想象未来如果发行的歌曲越来越多，然后这些曲汇如果都是出自于我自己之手的话，这样一字排开，哇靠，看得好舒服哦。希望未来我真的还有那个时间，哇，我这张专辑的曲汇全部 hold 住。尽量啦，尽量，嘿，这也是我的目标之一。但是如果真的没时间的话，可能有1、2首必须要委托出去之类的，对。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尽量 hold 住。还没收到，那个是正常的吗？啊，你是说10万的那个啊？对，不是10万，对不起，1万的那个购物金的部分吗？好，没关系，我再帮你问一下养生宝的部分，就可能恰恰还没收到的部分，好不好 ？OK，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记得，好，没关系，恰恰晚一点我帮你询问一下，养生宝的这个购物金的部分，看说他是不是还没寄出去，还是说已经寄出去了，只是恰恰还没收到这样子。的分可以转给彩吗？你是说下个月吗？我们先看下个月是什么，因为下个月我们趴趴熊可能还没决定，现在只是想还有什么困难事才可以。先别急着玩死我，因为下个月其实我已经有一个梗，不晓得你们采不采用。我真的分享完，我真的会唱歌了，你们等我一下。有一个东西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这实在是太好笑了。真的是来自于我入我岛的学姐，她从日本带回来疼爱你们的，从日本带回来疼爱你们，你知道什么东西吗？来，因为学姐呢，她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注于就是本频道的这个规划，也知道说这个10月份你们可能都要被揍了那被揍了之后，我们这个学姐直接就是把了这个我佛慈悲饼干压馍当做礼物送给我了。为什么？但是猪猪那个10月份的那个点心，他们可能需要被那个超度一下，毕竟10月份被揍了。那10月份的点心，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佛慈悲压馍饼干。被揍之后10月份那个刚好月底就出这个我佛慈悲压馍饼干给你们。哇靠，这实在是太符合时事了，你知道吗？对，太符合本频道时事了。我看到都会笑死，你知道吗？这个10月份就刚好做完你们那个我佛慈悲压馍饼干，那么10月底帮你们出货的，也没被超度一下，这样超好笑。养这么久，欢迎填错地址了吗？等一下哦。对，我听好啦。好，没关系，恰恰，我再帮你确认一下。看说寄出了没有？我帮你跟老师确认一下哦。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在线上。感谢沉思，那个也很赞，是不是？所以我在想说，总之我们有很多选择性。然后其实我佛慈悲上面的那个比较土黄色、比较肤色，那个是鸡肉压馍饼干，就是一个 muscle man 的压馍饼干。所以就
其实10月份或者是未来也还蛮多妖魔饼干可以玩的啦，就看说那个当家总裁们想怎么玩，大概是这样子。好哦，对我婆慈悲，然后上串流，我没得到 ，OK 了。然后打宝是比较辛苦，对，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就是都是打宝师就是才有办法去弄，因为这些东西可能猪猪就比较不了解，对，只是我这边能做的是什么？把歌唱好，对，我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把身体照顾好，然后把歌唱好。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学姐你来了，谢谢你的邀我，谢谢，就是你考虑到本频道在10月份会有一拳特点的这个活动，在这个演唱会，在好好的料理完一拳特点之后，他们需要被超度的这个服务，我们可以转移到我们的压模饼干上面呢，是不是？是不是马克先生？六伊拉塞，是不是对你们真的是我佛慈悲，阿弥陀佛，太疼你们了哈！对你们太好了哈，感谢谢谢我还没开始唱歌哦，但是我现在已经满身大汗了。来，然后讲着讲着，我肚子饿了，讲着讲着我肚子就饿了。我今天其实可以陪大家到6点哦。所以我们今天就真的是轻轻松松的，有砸啦，要来砸一下了，真的可以来砸一下了吼。对，很佛，对不对？我佛慈悲啊。然后宇宙大雄花飞拉下，我佛慈悲，要好好选字啊。8月1号先生已拿下，好。哦，好 ，OK， 好，哦，好 ，OK， 好，没事。大宝是说会在帮恰恰询问一下养生宝的部分哈，不好意思哦，也请你们稍微再等待一下吼。然后也谢谢恰恰的询问，对，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先把资料给厂商了，对，但是厂商那边可能最近也因为太忙之类的吼，所以我们也替你们帮大家稍微问一下，就是寄出的进度这样子。然后总之感谢参与抽奖的大家，对，真的谢谢你们，砸都砸，没有，我现在真的要割了。冰箱中真的喜欢放冷藏还是冷冻啊？如果没有要马上吃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们可能还是放冷冻比较好，因为它退冰其实还蛮快的。如果你们1个礼拜以内没有要吃，请务必一定要放冷冻。但是如果3天之内就会吃完的话，放冷藏应该没关系。可是可以的话，希望2天之内就快点吃完啊！但是如果你们还是要稍微希望在中秋节的时候再吃，你们就冻到中秋节再让它退冰，然后退冰完之后，请尽量马上吃完会比较好。对，这是可以冻到中秋节的，是没有问题的哦，大概是这样子。我婆慈悲浩浩老师，这权力道深厚，冷冻就变，冷冻比较就只是会变啊。对，如果就是说刚好可能想要吃的当天，你又在生气，然后可能那个人刚好你在你旁边，然后你可以从冷冻直接拿出来，然后丢它，很痛，会流血，那种感觉吧。等一下呢，大瓦今天好坏，大瓦你今天是交了坏朋友，还是被谁盗账？我说的是1万，不是10万。明年中秋再吃。你们今天都好奇怪，你们今天都是被我们家大佬盗账号，是不是？你们很奇怪。梅子囤货怎么囤这个多久？我实在是也很不想知道说这个梅子囤货组他们要囤多久。至于梅子他们要囤多久，可能我觉得听说当个冰箱囤个500年也不是问题，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梅子囤货组。对，谢谢。好可怕，像在杀人世界。
OK， 辛苦了，放冷冻很容易不小心就囤积，就是阿嬷的冰箱可以给你囤个7749年这样子啊！这不是我们的竹尾蚂蚁，来噻，竹尾啊，喝酒不见啊，你最近有好不？我们竹尾好久不见，最近好不好？然后只是某年某月，你会在12年后发现还有迪卡。你们知道以前那个？等一下，为什么梅子出现？不是为什么今天我说有谁就有谁？我刚刚是先从我佛慈悲开始，我佛慈悲说哦，这个学姐特别从日本带回来给猪猪，然后学姐就出现了。好，学姐出现了，对，然后就聊着聊着，我们就小妮的妹妹小喵喵说，哦，那个可能要囤积的话，要问一下那个梅子囤积组，好，对，梅子囤，哦，对，听说他们冰箱可以囤500年，对，再讲一下，梅子又出现了，怎么回事？可能要检查一下，梅子不要再囤了哦！你们知道，我觉得梅子冰箱高几率会有那种1罐传3代，人死药还在那罐白白的那罐。我们那天520被大家完成了一个卖药台的形状的那个金汉堂万宁软膏，你们还记得吗？梅子冰箱一定有那种千万代的，好不好？500年的那个囤积，千万代的金汉堂万宁软膏，是不是？开始造谣。报名我看到中不中，所以了解，谢谢猪猪。不会的，小天，但是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还是尽快把它吃完。你们说好不好？这边阿斯阿斯，对，每次出现，每次要点货。老哥，你是囤货，说明是今年的中秋节。请我们尊爵不凡的龙总们、以世族总裁们。请听小妹说句话，我们所谓的中秋节基本上都是以今年度来去做一个基准点。对，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吃到新鲜没有安全疑虑的这些就是尊爵不凡的回馈。毕竟我们的回馈品，我们的原物料用的是好的，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尊爵不凡的这个食用金箔啊，对不对？召唤术，对，就是那种主委回顾猪猪的亲知。哦，真的吗？真的假的？有回顾到猪猪吗？有，我知道主委前阵子好像有说，就是3-4年您推的这个推还在吗？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哦，有回顾到猪猪是吗？我那时候在干嘛？回顾到我的影片，我那时候在干嘛？我那时候一定很精明干练在卖药，对不对？因为听说我出配信的时候超像个卖药台的，对，殊不知我今年度真的变成了一个卖药台，对，神奇冰箱，好，你真的刚进来。不要再腌萝卜了，好可怕！梅子家的冰箱真的香了时间宝石，绝对是他们家冰箱真的很神奇，冰了500年还不会坏。小妮妮没有吃豆豆，那泡菜好像不要，拜托，腌萝卜快吃掉，拜托，腌了要3年的腌萝卜。腌萝卜是我初配信，然后烤饼干的，我想一下。我很像烤饼干，烤了大概1-2个月，然后，对，然后某一年的冬天，我想说可以回馈一下，因为那个月刚好去美浓拔萝卜，好像是10月、11月的事情，已经快3年了，可以不要再囤了吗？以后会不会每年中秋大家都会定期分享过去累积的那个迪卡商品，看到？诸位，他们已经开过类似的这个台了，很可怕。就是他们囤了大概2-3年的东西，都会聚集在本频道那个孝顺的猪儿子的台，我们的茶猫台固定就是很像半年还是1年，他们就会开一个就是囤积台，对，就囤什么呢？对，我的高阶会员回馈，对，然后就故意就 cue 我过去看，对 cue 我过去崩溃，这样很坏。大姐消失126天了吗？大姐，你哪一位大姐？对，金价是莫忘初衷，真的是他妈莫忘初衷，可以不要这么莫忘初衷吗？朱龙先生，谢谢加入8个月猪仔专员。但朱龙先生，为什么你的精明概念要这么的惊悚？你的精明概念应该要加上爱心，或者是肯定的表情微笑，不是吗？就要叫地下，就还有那个放了什么不知道几年的梅子吗？不是，我没有囤任何的东西，囤的都不是我。除非是那年冬天的回馈，没有错，没有错，他哇，已经快3年了，你们可以放过那个腌萝卜吗？你们可以放过你们家冰箱吗？说你忘记啊，除非为什么我等一下哦，
你们真的很夸张，为什么连那个米都在？那个米大概连米虫都已经死掉了吧？连那个米虫都已经懒得生长了，死在里面了。你们可以放过那一包米跟米虫吗？你们可以让回归大自然好吗？就可以不要米还在吗？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绝对是那个梅子囤积组那边才拥有的米，对，因为那个米实在是已经泛黄了，对，那个米大概连米虫都不屑吃了，你们知道吗？吉姆，然后风干的嘟嘟啦，没有，祝他可以来了8个月。哦，你说我们猪农先生吗？对，我们8个月了，好不好？不知不觉，我们猪农先生都加入了8个月了，哦，还把他们家的那个员工的小宝宝放进嘎基德亚拍照给猪猪看，真的好可爱。三哥你也加入8个月，他说你这三哥你断腿，你断腿8个月了，你有多猛？我迪卡做的腌萝卜，这个还不够猛，我有迪卡做的3年前的腌萝卜还没吃完，这样子。跟猪叔先生，我能让他知道。哦，现在吗？现在我们猪农先生的妈妈现在有在第一台吗？猪农先生的妈妈你好，很开心可以迎来就是这么优质的猪农先生。猪农先生呢，他之前真的把他们家的小猪猪放进嘎基德亚，然后跟我分享的当下，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好开心哦！没想到经营频道还可以遇到台湾的骄傲的猪农先生呢。只是那米虫的便便好恶心，可以不要吗？为什么我会开启这个奇怪的话题？我原本要割，你看我原本要割了，我的割现在要变成了一个杂的形状，到底是谁帮我导回来的？这个锅绝对不是我，这个锅我绝对不背。你们可以去看回溯，你们看着请看 VCR。好，没有这种东西。等一下，开关先生，开关先生，请问今年10月18号我会看到你吗？开关先生，我们的 VIP 票目前还有哦。虽然说我们已经没有1拳特点了。虽然说你们就是现在可能想要加购1拳特点，可能已经没有就是可以被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可爱的拳击手套揍1拳的这个机会了，但是呢，我们可以不要1拳特点，我也有机会捏碎你们的鼓掌，你们的掌骨，鼓掌，掌骨不是屁股的骨。等一下，我担心你们会想到奇怪的东西。掌心，手掌的掌，知道吗？3200买下去。你们的鼓掌，你们的掌骨，骨头的骨，掌心的掌，不是屁股的骨，好不好？就有机会让我随意操弄，知道没有？随意操弄，知道没有？哥要磕了，卤猪肉锅，不要，我今天不能封面扎旗，我还是会扎。我即使只有唱一首歌，我这样就没有封面扎旗了，对吧？很难解释的，诸位。主任，你的很难解释，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像被臭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对，没有错。小喵喵，小喵喵，你要不要来给姐姐抱抱一下？女生的话就要抱抱，男生的话就是揍爆他们，知道没有？对不对，小喵喵？一直卡痰呢。好。时间来到4点59分，我觉得时间临近5点这段时间，我应该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好好的歌一下，各位哥们，你们觉得怎么样？烤乳鸽，还是要捏棉花绣棉花也是免了歌，没有歌，我现在真的已经把歌单开出来了，对，只是不晓得突然变成了一个。不晓得为什么我的歌就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办法变成歌的形状，就一直要不是被硬掰弯它，你们这样可以吗？硬掰成杂的形状，你们这样给人家掰弯的吗？你这样对得起歌吗？歌是这样子被你们掰弯的吗？是，就是这样被你们掰弯的，请尽可能掰弯那些歌们，乐见其成，我好欣慰，哥们。好啦，真的要来割一下了啦，不要再掰弯它了。好啦，我真的割了，割。好啦，我先来割一下了，割一下。有歌，有歌，我们歌要出来了，我们歌女生抱抱，男生抱抱，对，揍爆的爆。哎，我也不是说以来赛啊，硬掰弯的歌吗？对，硬掰弯才是真爱。对，好啦，我真的是回归
配信呢，我都也整整已经1个礼拜了吧，又是1个礼拜没开台。哥们，今天开完台，紧接着又是个连假啊死！好，我们来唱什么歌呢？唱全家出香菜气泡水，我有看到香菜气泡水的广告，就是最近都是一窝蜂的香菜之乱，我真的觉得太棒了，台湾真的疯了，疯成我想要的形状了，真是太棒了。猪的脑海里，歌不需要掰弯，没有错，歌就是拿来被掰弯的，你们说呢？搁浅了。好了，大概是这样子。那至于这个我佛慈悲的鸭膜饼干，是我们这个学姐特地从鹿儿岛带回来要超度你们的了，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的超度服务可能基本上会安排在我们10月份的高阶会员回馈，但是这个超度服务是不是有机会过，也要看一下我们的啪啪熊熊福利啪啪熊要不要给过了杂谈之歌。对，现在还没唱第一首，对，像这样唱，现在要唱第一首了，真的相信我。随便找一首歌，好唱下去，好我就赢了。只要随便找一首歌来唱一下，好，我今天就没有封面诈欺了。这一首歌非常的重要真的。好，这首歌很重要，我要唱什么？对，我要唱什么？等一下，我要唱。好啦，我要唱什么？我要唱。来唱，很多东西可以唱呢，很多东西可以唱的情况下呢，对，超度饼干，对，学姐不知道他们10月18号要在演唱会被我揍一拳吗？揍完之后，我们10月底就安排这个我佛慈悲超度饼干超度他们啊，是不是？太疼他们了，对不对？然后。杂谈，等一下，为什么我按不到这个？等一下，为什么你们消失了？你们不要故意消失啊！你们干嘛消失？等一下哦，我把你们再叫出来，你们怎么消失了？消失的面线，正常操作版。好啦，我真的要唱歌了啦！你们就故意把我掰回来，我的歌被你们掰成弯的一个形状，不是弯，对不起，砸的一个形状。没有，我今天陪大家到6点，但是我还是会歌一下。对，我要唱哪一首？等一下，随便都可以。上车歌也是歌。因为武谦老师，等一下，武谦老师有什么吗？武谦老师有来吗？我怎么没有看到？我怎么没有看武谦老师？被灭口了，对，灭口了。好。对啦，武谦老师他其实很想那个现场超度你们知道吗？我觉得他根本超想的好不好？要是今天是台北场，我觉得他真的有机会出现在现场超度你们呢。好。你说唱孤单 Takula 吗？真的吗？为什么是这首歌？这首歌是我的心头好，谢谢。孤单 Takula 超赞，不用掰，本来就是会。太棒了，兄弟们，你们真的都是我的骄傲，每个都是玩到一个不行，真是太棒了，好棒啊！小妮说，砰砰。蹦蹦吧嗒蹦，好玩呢！啪嗒啪嗒啪嗒蹦，咚咚咚咚，砰砰吧嗒蹦，蹦蹦蹦蹦，吧嗒吧嗒吧嗒蹦，蹦蹦蹦咚，吧嗒蹦吧嗒蹦，蹦蹦蹦蹦，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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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蹦，吧嗒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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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会玩那个的，我还玩到破关嘞！我八达蹦有破关，你们知道吗？那个超难的，可是好好玩哦！我就是超级会这个把它蹦蹦蹦蹦，好好玩。就是要跳上车舞吗？什么是跳上车舞？好了，我真的要唱歌了啦！你看我麦克风都拿出来了，真的要唱歌了啦，真的啦。要唱这个，叫唱什么呢？这才是
这实在是太难找要唱什么了，这实在是太难决定了。我们来聊一下要唱什么，继续聊。好啦，我随便挑啦。这么爱我唱歌，是不是？你们绝对都是我的好朋友啦。那现在我们就来一首这个好朋友的祝福啦。等一下，我要的不是这个，我们好朋友的祝福啦。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了。我爱你。真正成为好兄弟咯。我爱你。谢谢啦。哦，好了，真的要唱了啦，真的啦，兄弟们，我今天没有标题假期。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聊。你的眼最后戒掉了吗？那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这咖啡的甜度，早就是你爱的，重逢的我们，一切全都变了。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回忆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由人，对错不会有恨。但当时我只懂憎恨。我觉得你们在聊什么？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由人，对错不会有恨。但当时我只懂憎恨。好想鼓起勇气陪你聊聊美满的人生，你的快乐我凭什么感觉残忍？眼眶就算苦涩，心也该放下了。好朋友，我祝福你们。我刚刚是没有开 echo， 我现在才有 echo 对不对？我刚没有开 echo， 怎么会这样子？哦 ，FX， 哦，好哦，哦，我刚没有开 echo，
对，大宝老师，公平、公正、公开。我今天没有标题杂七，我唱歌了，捧花虾吹蕊。不是说唱的好听，而是我终于唱歌了。我终于从杂这边解脱成歌了。我的歌是这样子被你们掰弯的吗？你们就这么想把我的歌掰成杂？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每一次的歌杂，我都努力的守护着我的歌，但不晓得为什么总是会让你们掰成杂。你们是这样可以这样硬掰过去的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这样才感觉不太一样吗？涛啊，你说的是气的部分吗？我今天有刻意用之前在录音的时候，我们在研究一个所谓的气的唱法，你们是感受到的，你们是感受到是一个气的部分不一样，还是说设备调音不一样？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要你们听才知道。我最近其实有偷偷在练一些那个气的唱法，然后如果他哇你如果听得出来的话，他哇你好厉害哟，他哇。那种歌歌很重要，歌真的很重要。我每一次的歌杂都是为了守护我的歌而存在，但是不晓得为什么都会被大家掰成一个杂的形状。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歌，对不对？为什么彩彩要出力，拳头更有力气？好，就是最近有在偷偷练一些关于气的一个唱法。对啊，如果你们有听出来的话，我会很开心。当然，现在这个唱法对我而言还不稳定。对，当我未来把它可以稳定驾驭的时候，代表我又多了一个技巧可以去使用了。对，谢谢你们有听出来，我好开心哦。然后重点是我刚刚的那个伴奏会太大声嘛，我其实也听不太出来。对，因为像调音的东西，还是要迎合可能每周录音的这个算是比较重要的设备的这个数值，所以说我现在是有切回来 OBS， 可能之前我们设定的那个存档的那个数值，但是我不知道调回来会不会设定又跳掉。反正我就是现在就觉得说，每次开台可能都稍微的要看一下说，请大家帮我听一下，就是声音的品质之类的。唱法跟之前不太一样。我天哪，他哇，你很厉害耶！他哇，你真的很专情在听我唱歌耶，这个让我很感动哎。他哇，听得出来我在用不一样的方式唱歌哎，哇靠！西西，谢谢你加入了猪仔专员。自然西西有 Q 到了 Good and Tacular， 那我们待会真的可以加入一下 Good and Tacular。然后那首话伴奏可以大声一点点吗？哦，谢谢。好的，好，那伴奏的部分我们等等可以稍微再调大声一些些。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们来挚友一下吧。我各位亲爱的挚友们，我的兄弟们，我的塔瓦兄弟知道我在尝试不一样的唱法，太屌了。想到星辰，却像路灯，若爱一个人，切忌爱得太深，酒后传的讯息，你别当真。我总感情用事，忘了不可能，也委屈你，长期容忍，但我们之间该用什么奖惩？难道非要我爱其他的人，你才心安理得卸下了责任？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的背好痒哦，哦耶，抓不到，好痒哦。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
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或甚至永远想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你明知道我的背抓不到，却放任我抓不到。哎呀，诸位，我需要一只，我需要，好痒哦。你真诚心对待的人，辗转找到我，劝我别再伤神。其实我真不想一一询问，从此默不出声，是我的责任。我们不说破的关系很微妙，却不是爱情，容许这种维系，是我不够真情。一再追问何其愚笨，我也清楚你是怎样的人，荡气回肠又能如何？我最不应该还害你受困，进退不得后。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化身只永远想搪塞。明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下次周边可以是考虑出一支，可以耶！而且我要那种很古早味那种木质的，就是那个木头的那种，喝不到饮料那种。小妮妮，小妮妮，你今天是被你是今天是交了坏朋友，一日限定的坏朋友是谁？气死我了！小妮妮学坏了。我就是怎样，我吃不到糖果，喝不到饮料，然后又抓不到背，怎样咬我啊？但是我喝得到水。我觉得那个可以当成周边，我觉得可以去问一下，很好笑等一下，谢谢，我觉得这未来周边这可行性是有的，而且又非常的本土，而且我一定要出那种就是木头木质的那种，好像是竹子还是木质的，对不对？老师猴子一拉塞，这抓不到痒的距离。小妮妮，你是假的小妮妮对吧？你今天一定是假的妮妮，请你用通关密语让我知道你是真的我们家的小妮妮。我们家小妮妮很乖的，她不会这样乱臭猪猪。对，请你证明你是真的小妮妮。但是要怎么证明？对，我也不知道。朱川，小妮妮，你今天是不是被盗账号？请证明你是真的你是企业总裁，可以吗？可是那个谁，上礼拜怎样？大娃，你想说什么？怎样？不
行，我要验证小妮妮真身，不行。我们小妮妮可是那个什么50个会员，完完全全不用那个什么跨区域的，你可以证明你是我们家小妮妮吗？我们小妮妮可是很乖的，她那种送会机都不跨区域的。哇，我在公告吹个传播，你刚才。小妮妮怎么知道我喝不到饮料？怎么知道我吃不到糖果？真的是很专情，对，睡公园证明这样子，就啊。真的是小妮妮耶，这个就真的是我们私底下才知道的。好，既然是真的小妮妮，你是招了哪一个坏朋友？一日限定坏朋友会臭猪猪了啊！会臭猪猪，放了一个星期的水。等一下，没有，一个星期的水，基本上可能我会拿去浇我的精明干练的绿豆。我跟你讲哦，我的绿豆，我的精明干练现在一直在生那个豆荚哦，那个是永续的发展哦，善的循环哦。我等下最后要开给你们看哦，很可怕哦。好了，我先唱歌。有一首歌，我现在用这个气的唱法，我觉得或许会唱得更好听吧。你等我一下，然后我的面补又要没电了，我调整一下哦。你是我的面补，为什么你没电？为什么没电了？啊！呼呼呼你是我的真爱，也是我的真爱，笑着却真的爱。嗨，呼呼，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指里，嘴角毫无笑意。好啦，但是我现在不是要唱这首歌，我只是在try一些东西。人生最难证明的有几个问题，证明你是你自己。我真的没有偷吃你薯条。的确呢，要推给这种一定是好教了这个坏财，好 OK， 全部都是彩害的。非常体悟，所以没有放屁。对，挚爱，你们都是我的挚爱。但是现在我们要先来唱唱，听见下雨的声音。等一下，我不要这一版的。听见，咱听到落雨的声音哦。恁敢有听见落雨的声音？祝你上停留春天。等一下来不及了，再一次，要歌词啦，要歌词的。等一下，要歌词的。好，有歌词了，我可以精明干练一下了。再一次，好，咱搁来一摆哦。这里上停留着蜻蜓，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很鲜明，半夜唱着诗的光影，享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拆信，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
金台路经烟香风铃，摇晃曾经。回忆是一行行无从简洁的风景，爱始终年轻。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看错很小心。等一下是哪一行？等一下，听见声在哪里呀？声音，我现在看不见歌词在哪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脸上透明。等一下，我觉得我要只记得说那个气要从哪里发之后，然后回来看歌词，马上又忘记不熟悉的技巧，真的是太伤脑神经了。再一次，金台路经烟霞风铃，摇晃曾经。是一行行无从简洁的风景，爱始终年轻。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热恋的时刻最任性，度过一切的给约定，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发现你始终很靠近，默默地陪在我身边，态度坚定。我听见主角8月1号先生，你是想被300吗？但的确是主角的声音没错，好气死我！还没成为肌肉记忆之前，好难哦，对不对？他哇，你应该了解我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而且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他娃听得出来，因为我想说这些东西，就我可能自己默默的，就是可能踹，结果居然有观众听得出来，我其实是超级相当 very 感动的。这是筷子，那是筷架，筷子给你，筷架给我，好啊，像你这样子可以吗？你那天土味情话大赛你怎么没有出现啊，小妮妮？你这个奖状还不颁给你，我的天哪！好了，我记得土味情话大赛那天好像有类似的，对，很会哦。好，我看一下大家留言，不好意思，对，刚刚用那个瞬间被盗账号，你们不要一直盗我账号可以吗？你们是一直盗我账号这样行吗？可以不让我好好唱歌吗？你们这样对歌尊重吗？尊重呢？对，就回不去了。这是成功的改编，谢谢 CC， 谢谢。然后什么要认老5000？对，5004岁要认老。可是最骄傲的是你知道吗？5004岁的猪没有老花，只有什么？只有近视。我的近视好像有点加深了啊！再一次，我跟你讲，那个至烧的爱应该就不会失败了。至烧的爱。来，至少爱玉贝贝就不会有机会失败了。而且最近这个新的这个
所谓用气的唱法的这个技巧真的很有趣诶，一开始觉得很挫折，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唱它，但是当稍微的有一些 get 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很像这里可以试一下，那边可以试一下。希望今年下半年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哦，因为未来唱歌会更加的方便，因为这个是比较流行乐的唱法。就是基本上不是我同温层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有机会把它学好的话，太棒了，太棒了！就基本上可能未来在唱歌的部分会有更多的歌路可以去尝试。给歌满满尊重，但猪猪今薄荷，你10月18号啊，你给我小心一点。10月18号，给我小心一点。乱乱自找的爱，至少。至少预备备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吧。It's so I can't see it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呆。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吧。It's so I can't see it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呆。谢谢大家。我跟你讲，用这个气的唱法真的是很容易缺氧。可是我好开心，现在我好像有稍微抓取到一些东西了。哦，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挚爱，我也不管想得多远。对，至少的爱越来越重啊。这个气的唱法，那个时候跟潮潮还有 Double 老师我们在录某一首原创曲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可能有机会，算是近期大家就会听得到，对。然后因为那首歌的唱法完完全全不是我的同温层，所以我当下其实我一直想说，妈呀，我该怎么唱好它？当下其实就跟重训一样，就是不断去找方向。然后曹操跟大宝老师他们也很可爱，一直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导就是
草草他是会过度认真的孩子，然后大宝老师都会用搞笑的方式啊，你就我这样试看看，然后之类的，就是两边都很有趣，所以两边的状况我就这边踹那边踹。你们知道大宝老师的 B-box 超厉害吗？你知道大宝老师 B-box 教父吗？对，然后草草本身他对于那个唱腔，他也算是有深入的研究，对，所以基本上两边就吸一下，这边吸一下，那边吸一下，对，然后当下其实因为一开始完全听不懂啊，想说那是什么东西，用气怎么去唱歌，然后因为我的肺活量其实算是足够的，可是我不晓得怎么去把它转换成气的唱法，所以那时候就卡在那边，然后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为了帮助我，就是找方法，用很多方法，然后就连娘娘也直接，就大宝老师的老婆大人也直接就是那个接过那个麦克风哦，我跟你说，您那个唱法可能可以就稍微用这个就很可爱，就娘娘也快点过来辅助一下，你知道，三方面的老师就是努力用他们的方式去教会我这件事情，然后总之那首歌我们录过了。然后我觉得肌肉之意真的很可怕，我当下其实不晓得，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唱什么，可是他们也是有办法引导我唱成他们可能觉得说可以的这些所谓的流行乐的唱法。然后成品不是成品书局啦，就是我们那首歌录完之后我自己听过了，我也觉得说哦 OK 就应该是比较符合就是可能那首歌要呈现的唱法。然后当下其实我还是完全不懂那个到底要怎么唱。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个礼拜录音的时候，我突然很像知道这个气要怎么推了，这就很神奇，你知道吗？这就超级神奇。可是我就只是知道，很像大概是这样，可是我还没有到会非常的知道怎么去灵巧的运用它。要到灵巧的运用，例如说，好，我的冲绳民谣好了，或者是我的演歌。好，没有，像是这些，或者是我想想，就是那些可能对我而言，可能就是很比较同温层那些唱腔，可能也是从小唱到大，现在知道怎么去运用。可是这些气的唱法要到这么运用自如，我觉得至少要等到年底甚至是明年初，我们可以再揣看看有没有更成熟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努力的把它生成，像它只是个低气压，我努力把它生成强台。你们等待我这个气息的唱法成为强台，我希望有成为强台的那一天。对，因为它这个唱法需要不断的换气跟配气，对，很有趣。把小老师送上钢弹的时候，就我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把萧煌奇老师送到钢弹的时候是这样唱，是不是？算是你要用丹田去推那个气，对。这不是我们黑箱书记官吗？那下次我团队上来讲秘辛的时候，有机会看到两位老师表演吗？我觉得可以耶，因为两位老师他其实蛮低调的，就是我觉得下次有机会，就是可能我们专辑发行可能会有类似团队的一些访谈之类的啊。如果说你们真的很想听看看的话，其实你们应该网络上找得到两位老师的 B-box， 因为他算是在台湾是 B-box 教父。こんばんは、どうもちゃん。今日はね、今日は配信する時間なかなかちょっと遅いけどね、遅い。やっぱり遅いけど、遅いけれども、やっぱり歌いたい。大概是这样。而且我跟你们讲，我最开心的是，我不是在今年有跟那个游戏新干线合作，那个什么蔷薇，那个什么赤色的蔷薇一直唱不好吗？我最近发现，原来他那个也是气息的唱法。希望のつぼみささくよ。这个用气推上去就有了，我那时候怎么推都推不上去，你们还记得吗？所以我最近就是融会贯通了这个气的唱法，想到花了发，我那时候用不对的唱法，难怪我推不上去。然后到这个礼拜我录音发现我很像知道气怎么推的时候，我赤色的蔷薇的后面瞬间推上去了，而且我像是坐着的状态。游戏新短线。对，就是我瞬间坐着也可以推上去了，原来是气息，当你会运用的时候，你就推得上去了，就觉得很励志。
就觉得哇，我很像又习得了一个新技能了。希望のつぼみささくよ，这样就有了，有没有？有了，朱迪卡是不是进步了？朱迪卡知道怎么推气了，对，但是现在还在那个低气压的状况，它还不扎实，还不扎实。OK，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最近忙录音啦，然后也就是很想大家，很想开台，但是猪猪也是就是马不停蹄的看有没有什么新技能能够学起来，就快点学起来，不要浪费任何的时间。对，来，我们来猜猜看这首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研究气息的唱法，真是太棒了。谢谢草草大宝老师还有娘娘没有放弃我，因为气息的唱法，我当下他们怎么讲，我一直就是脑袋在转圈圈，我一直不晓得我说我到底理解的是正确还不正确，然后反正最后好像还是有理解了。好，我们赤色的蔷薇，等我一下哦。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只是因为今年我一直想说，其实这首歌不是不能开来唱，只是我一直觉得我没有抓到一个很好的唱法，对，然后终于在就是还好就是有被可能这一阵子大家可能会听到的那首原创曲的鞭策，然后鞭策完一些气息的唱法，我突然很像抓到了一些什么诀窍，然后突然觉得赤色蔷薇很像可以唱了。大法师，对，就是那个，对，因为很厉害，那个，因为大宝师很低调啦，他都不会特别去讲说他在推广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其实大宝老师是 B-box 教父，你们知道吗？就这么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全部都是用嘴巴去，对不，那个我不会。可是因为大宝老师真的很厉害，所以就是想说，大宝老师他们说有机会，如果我们专辑发行，然后有一些团队的一些什么访谈节目，老师你愿意就稍微让大家听一下你 B-box 的表演吗？老师拜托了，老师拜托了，老师，谢谢老师。那一首原创曲好像快要预告了，对，我有跟大家讲说托这首原创曲的福，就是那时候就是大伯老师跟草草跟娘娘没有放弃我，努力在教会我怎么用气息的唱法，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晓得自己要唱什么，但是这个礼拜不晓得为什么突然感觉好像有 get 到一些东西，超开心的，然后 get 到这些东西，突然觉得我赤色的蔷薇好像可以唱了。想来唱啥歌曲吗？对，我们最近要公开的那一首原创曲，我觉得我是被杀的那个，因为我的对手唱的太好听了，我是被杀的那一个。至于为什么，你们公开之后我会再开一个杂谈跟大家聊，就是对，就是我被杀的彻底。好，我把赤色蔷薇那首歌词开出来，等我一下。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いない茨の日が生まれさ眠れよ少女。等一下哦。然后，因为这首歌词我好像忘记了，我把它开出来，等我一下。有一阵子没唱了。好，我们来踹吧。如果我又翻车的话，就翻吧。好，来试试看看吧。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
笑人个人常有水面成飞，優しい花が消え去ってゆく絶望から生まれたつぼみがここで生きて咲くよ。微笑人个人常有追名成飞，赤い花輝くまだ絶望から生まれたつぼみがここで生きて咲くよ。赤いバラの中からあなたなめばえがそこでとても強くて希望のつぼみささくよ。我觉得我现在在用心的记录记忆，在记这首歌，然后我刚刚又看错歌词了，好烦哦！我在学习的技巧都没有办法专心哎，气死我了！我刚其实唱错歌词，你们知道吗？然后唱错歌词，我刚就很紧张、很慌张，想说我到底现在要唱哪一段？在学习的技巧，我完全那个注意力整个毁灭，你知道吗？啊！汉克先生，いらっしゃい。等一下啦，我可以再一次吗？而且这个气的推法，它真的会让你满身大汗欸，比我之前的唱法还要再满身大汗欸。天哪，满身大汗！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呛到，水水呛我。我之前在唱高音的时候，很像，只知道说我要从鼻腔转到头腔吧，然后不晓得说可以用气去推之类的，所以之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办法融会贯通说天哪，这个气息到底是要怎么去唱。不过其实很有趣，我在录这首赤色蔷薇的时候，那时候在制管，然后那个时候的配唱老师他也很努力的要引导我用气息的唱法去唱成这首歌，所以那时候也瞧了很久，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变成我的肌肉记忆。也就是说我今年在录这首的时候已经有接触到可能一个比较像气息的唱法，就是这个比较流行乐的唱法，但那时候我还没有融会贯通，那时候就是完全还是不晓得我自己在唱什么。然后到可能最近要发表的那首，就是可能不是我同文层的那首原创曲，也是一样要用这些唱法，然后刚好可能身边就是有就是很会比较可以让我融会贯通的讲法的这些老师们或者是伙伴们，就是不断的就是可能引导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些东西是所谓的气息的东西。这个真的我觉得这要天时地利人和欸就是呛我呛回去对啊，所以我现在还在低气压当中，我希望我今年可能至少到年底的时候可以把它融会贯通成强度的台风。
后就是可以更加的柔和吧，更加的不会闭塞。再来一次，我希望我不要再看错行了。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いない茨の悲劇が生まれさね胸よ少女人生人跟人曾有追名却非優しいあなが消え去ってゆく絶望から生まれたつぼみがここで生きて咲くよ人生人跟人曾有追名却非赤いバラから生まれた光の等一下又看错ここで生きて叫べ赤いバラの中からあなた鍋ばえがそこでどうでも強くて希望のつぼみ捧ぐよ毕业生生伊拉塞，求见鬼伊拉塞，谢谢。虽然说我还没成为强烈台风，可是我觉得我好开心哦。我虽然说又看错行了，对，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持续去强化它了。哦，还是看错了。陶婉，你可以不要弄这个被盗账号怎样？这位是幽见鬼先生伊拉塞。然后我看到 CC， 我想到我今天 Q 到的《孤单 Takula》这首歌，应该是大脑肌肉记忆的还无法分配处理，是，我真的是单核心运作的猪超级单核心哦。就是我现在可能要学新的唱法，然后我可能整个大脑就是努力在让身体去把我的 CPU 去处理说好，我现在这个气息要往上推了，好，但是我的专注力就不在歌词上了。什么果然是疯！我最后用我的孤单 Takula 去结束这一回合，绝对是精明干练。等一下，这不是孤单 Takula， 等一下，他是不是他是写新爱情故事，不要这样子。最后不能给我一点精明干练吗？我们孤单 Takula 不是长那样那么血腥的，我们宝哥的孤单 Takula 是非常非常帅气的。这首歌歌词歌伴奏比较小声。多少次错过又来，多少次爱过再爱，
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今天不写信。早已习惯这个酒馆午夜以后的凌乱，浪迹的背叛，有人烂醉，哭得哽咽，有人将嘴角一撇，纵容一切不屑。我想一个人的心被爱恨情仇扯得稀烂了以后，那是是非非该欣然看破。多少次错过又来，多少次爱过再爱，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已不再I know no 朋友，请与我 share 完这一杯酒，我情愿孤单，却清醒地走出门口。满身大汗的一个下午，我们要来到了6点了，我依旧满身大汗。Tequila pong on the world， 煽情过头的萨克斯风，依然记心犹豫种种。我想一个人的心被爱恨情仇无端折磨过以后，那缘深缘浅会自然无头。有爱多少次爱过再爱，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已不再 No please don't go， 是我太需要朋友，说管它到底是什么，是什么。爱过再爱，直到失去才恍然，我的爱多苍白。No， 谁对谁错？为何我是魂莫魄？朋友，你懂不懂？说他们的自由，我们你要怎么做？我难道不够成熟 ？No， 谁没有梦？Please don't go。谢谢大家啊！6点了耶，我今天真的唱的好晚了。谢谢你们。对，最近在学一些新技巧，然后很容易
看错歌词，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学新技巧的这个状况下，我的知名概念也全没了。不过我觉得就一点一滴的累积，我是属于就是那种我不是天才型的一个该怎么讲人格特质嘛，因为有一些天才型的人格特质，他好像学什么马上就会，但其实我一直都是努力型的。然后我可能一个东西，我可能在脑袋里面转圈圈很久很久，然后到某一天就会突然融会贯通，对，然后融会贯通的那个时候，可能就会稍微的笔直的成长，对。可是什么时候融会贯通呢？诶，这个就是比较看天时地利人和，大概是这样子。哦，谢谢大家，我来把 BGM 放出来，唱的全身这样。满身大汗，然后肚子都是气，真的是满肚子气耶。唱的满肚子气，一定是被你们气到满肚子气。到底是唱的满肚子气，还是被你们气到满肚子气？一定是后者吧，对吧？绝对是后者，被你们气到满肚子气啊！厚积，开关先生，你一个厚积薄发什么意思？歌完开始唱，不是？我们今天已经好不容易把歌请出来，你们还想把它再掰弯砸回去，是这样子吗？秋天枫叶已来下。好，大概是这样。最近就是超级忙碌，在忙录音，然后也在忙着学习一些新的唱歌技巧，然后在学的当下就是脑袋疯狂转圈圈，对，然后转圈圈完之后，这个礼拜突然发现自己很像稍微会融会贯通了，就好开心哦，好开心。所谓气的唱法原来是这样子啊，对，虽然说还是不熟练的低气压，希望在年底有机会把它形成强烈台风。用你们了，就是你们，绝对就是你们，绝对就是你们，知道吗？好，然后这个礼拜因为要忙着做我们左手边这个非常非常猎奇，也非常非常温馨，也非常非常台湾味的中秋佳节礼盒，我们本频道高阶会员尊爵不凡所独有的香菜皮蛋山豆浆，啪叽啪叽啪叽。对，然后我相信各位已经陆续收到，甚至已经陆续品尝完了，对不对？いかがでしょう？我觉得这真的是完美的组合，全部都是我喜欢的食材。然后也感谢，就是这个月除了加入本频道会员可以品尝这个非常猎奇、非常台湾味的回馈之外呢，也特别在本月很多我们兄弟生日的这个月有加码迫害的，然后赠送水灵宝贝正常蛋糕的，以及我们9月底也是我们丢 V 阿公，我们 Double 老师的生日，所以猪猪也有献上一条这个非常猎奇的蛋糕，希望老师不要收到之后马上给我丢掉。老师你不准丢掉，你至少拍一下照片，让我知道它很安好的在你手上。对，所以就是觉得好温馨哦。然后因为今天我特别再去多做，是因为也想感谢就是这条路上照顾猪猪的大家，然后不管是迫害成一个伴手礼的形状，然后可能这次有诺诺可以收到，然后我们大小姐艾莉酱也可以收到之外，我们的板板也希望他可以品尝一下，因为我不晓得板板也喜欢因为如果板板没留言的话，我想说可能他应该会觉得很猎奇，但是板板3番2次留言说他好喜欢 ，OK 我知道了，好，板板知道了，没有问题，交给小女子。板板喜欢绝对就是帮他献上啊，对。谢谢你们大家，对，我们又一起完成了这个非常相爱相杀、非常代表性的这个高阶会员回馈，要把面线都吹下海，怎么可能吹下海？是揍下海，知道没有？马克先生，马克先生，我期待见到你哦。那你可以单购吗？你想吃没？单购的部分哦。这个好像没有办法买耶，这个通常我都是入高阶会员回馈，对，除非就是有大佬指名道姓说好我送你，就直接可能我们有3000块的这个迫害卖场，就可以指名道姓的送出去这样子，对，这真的就是很霸气的指名道姓。
对，霸气指名道姓，就是如果是用迫害的形式的话，那我们这边是有准备所谓的迫害卖场，看你想送礼的、传情的、迫害的，可以指定3000块就可以被指定，或者你可以自己3000块指定自己也是可以。对对对，大概是这样。但是呢，我们高阶会员没办法用3000块指定自己，对，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潜规则，这样子。好，现在一定也觉得很好吃吗？是不是？薄荷很棒，我们薄荷说的都对，没有错。看起来就放置，这个绝对好吃，我自己当下已经帮您各位品尝了，真的好吃，好不好？感谢我们本频道又完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壮大的一个台式料理里程碑，很惊悚也很壮大。然后更开心的是，其中有一整切开，真的是我梦寐以求的猪蹄，好开心哦！谢谢大家。今天把握最后连假前的最后2-3个小时也好，有开心的唱到歌，跟大家砸了一下，我可以安详的去吃晚餐了。对，我的时间到了，我要来找一个降落的地点，带你们去找其他老婆了。各位专情的免线们，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有谁在开台？哪位专情的老婆在开台呢？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这个时间呢，好的，我们现在就降落到，好，草草还在练歌我们去找草草，感谢草草教会了我这个气息的唱法，感谢我们这次 DOV 的伙伴们，对，没有放弃猪猪。每次录音的时候，我都一直很希望，就是可以唱到多好就唱到多好，然后反正其实每次录音都很好玩，对，因为都会可能会蹦出一些新的想法跟新的唱法，对，只是我更希望就是说每次录音我不要浪费这些录音的时间，我可以希望可以有什么哪里可以更加精进的，我就学，我就唱，我就努力到头破血流，就不要浪费就是这次大家好不容易筹成的这个专辑这样。对，大家也是辛苦了，这卡在上吗？大家都要吃饭哦。要不要跟你？小喵喵说什么？我看一下，小喵喵说，今天想去探班你家正在加班的妹妹。哦，诺诺还在加班吗？诺诺真是。好，要不要等一下哦？等一下啊，我这个设定好了，等一下我看一下。没关系。我们就先去跟乔打声招呼，然后如果要转机到诺诺那边的，随时欢迎，好不好？这个都非常自由的。お疲れ様。それではまもなく我们草草讲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我们草草的频道了，很像在练歌的样子。请系上你们的安全带，我们马上就要降落咯。也感谢今天斗内的大家。陪我一起唱歌的大家，陪我一起砸的大家，以及把这个不断把歌弯成砸的你各位，但是我们还是努力的把歌唱出来了，已经各种账户又还在。诺诺他今天到底又，他真的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这家伙。辛苦人久违的是听到猪猪黄莺出谷班的这样谢谢财叔，谢谢。我最近在练那个新的唱法，唱得很拉差，因为还在摸索，所以常常歌词看错行，不然就是那个气息不够，就是很虚，然后又唱得满身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好了，希望这些东西未来都可以变成我的唱歌的能量跟技巧。好，总之我们先过去跟草草打招呼，然后我也会再过去跟诺诺打声招呼的，她真是我的好妹妹，是我的骄傲呢。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个礼拜的周表请等我一下，我怎么觉得我周表不是才刚做完吗？这么快？下个礼拜猪猪可能还是会有出任务的一天，对，因为最近比较忙，然后开台的时间我会再稍微可能会先在 DC 跟大家讲什么时候开台的这个状况，好不好？好，总之这个 DOV 台语专辑如火如荼，很顺利进行中，然后抽奖的礼物的部分也会陆续帮大家寄出去，好不好？谢谢你们支持本频道，然后今年度的猪猪很忙，但是很踏实，有你们真好，谢谢大家。
最后就是10月18号，我们 V Stage 演唱会我们的票，今年高雄场真的是开红盘，卖得很好。如果想当场知道我是用什么东西揍人的话，欢迎大家把那个 VIP 买起来，谢谢大家。双方置顶连结都可以点下去哦，谢谢你们。それではまた来週，拜拜喽，拜拜拜拜。我精明干练，拜拜。